来看嘉义东照因的水产养殖产销班，为着要互民众了解在地饲蛤蟆的过程，配合在地商圈发展协会举办课程，互民众亲身落去窟窿内面摸蛤蟆，希望会当互民众知影讲，东照除了有蚵仔以外，也有其他友善环境的产业。家长带囡仔落去饲蛤蟆的窟窿，大家摕着假丝鸭腰专心来摸蛤蟆。嘉义县东照乡水产养殖产销班开放饲蛤蟆的窟窿，互民众来体验。大家落去了后，搁起来，拢讲真无简单。第一次参加，他就工具往下去画，它有的地方就硬硬的。比较适合大人，小朋友那个不好走，全身都下去啊，他就整个人就趴下去挖了。嘉义县沿海养殖蛤蟆的面积有将近900公顷，其中东照就超过一半。产销班讲，蛤蟆用机器收成了后，窟底会有一寡蛤蟆无法度用机器来收成，所以就配合相关的推广活动，举办7日课程，互民众体验摸蛤蟆。垃圾有诶抓袂起来，抓袂起来，变成讲咱家己窟主爱落去摸，无咱拍开了一定爱死所以就号召台湾的一些好朋友，有一些喜欢体验摸拉的好朋友、摸蛤蟆的好朋友，都可以下去帮我们摸干净。伊的壳，什么石，就是伫咱窟窿底饲的；啊，什么石，伊是伫海底生长的。啊，透过这个活动了后咧，伊会使知影讲，粉叶啊，伊安怎去大汉的，啊，伊对大细粒安怎饲到变咱会使食。东照商圈发展协会表示，东照除了蚵仔以外，嘛有其他的水产。希望透过活动甲课程的举办，带因来到山地山区亲身体验，嘛会当认捌友善环境对养殖的好处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